依家就戴上你對耳機，放下你部手機，閉上眼睛，靜心聆聽，淨化心靈。粵語版聖經創世紀第7章。耶和華對挪亞說：你和你的全家都要進入方舟，因為在這世代中，我見你在我面前是義人。凡潔淨的畜類，你要帶7公7母；不潔淨的畜類，你要帶1公1母。空中的飛鳥，也要帶7公7母，可以留種，活在全地上。因為再過7天，我要降雨在地上40晝夜，把我所造的各種活物都從地上除滅。亞就遵住耶和華所吩咐的行了。當洪水泛濫在地上的時候，挪亞整600歲。挪亞就同他的妻和兒子兒婦都進入方舟，躲避洪水。潔淨的畜類和不潔淨的畜類，飛鳥並地上一切的昆蟲，都是一對一對的，有公有母，到挪亞那裡進入方舟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亞的。過了那7天，洪水泛濫在地上。當挪亞600歲2月17日那一天，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，天上的窗戶也敞開了，40晝夜降大雨在地上。正當那日，挪亞和他3個兒子閃、含、雅弗，並挪亞的妻子和3個兒婦都進入方舟。他們和百獸各從其類，一切牲畜各從其類，爬在地上的昆蟲各從其類，一切禽鳥各從其類，都進入方舟。凡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，都一對一對的到挪亞那裡進入方舟。凡有血肉進入方舟的，都是有公有母，正如神所吩咐挪亞的。耶和華就把他關在方舟裡頭。洪水泛濫在地上40天，水往上漲，把方舟從地上漂起。水勢浩大，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漲，方舟在水面上飄來飄去。水勢在地上極其浩大，天下的高山都淹沒了。水勢比山高過15肘，山嶺都淹沒了。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動物，就是飛鳥、牲畜、走獸和爬在地上的昆蟲，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。凡在旱地上被恐有氣息的生靈都死了。凡地上各類的活物，連人帶牲畜、昆蟲，以及空中的飛鳥，都從地上除滅了，只留下挪亞和那些與他同在方舟裡的。水勢浩大，在地上共150天。